大家好，好耐冇見啦！咁耐冇見啊，第一忙於湊仔啦、湊女啦，第二就我覺得無論我哋點講，如果係唔聽嘅，點都唔聽，所以個心有啲淡。但係又忍唔住要出聲，因為太多嘢啦。我今次想講嘅係一個都算係過咗氣嘅新聞，就係高等法官呢個陳家信，佢涉嫌3次抄襲。每次都抄到95%，即係100啦，改幾個字嘅啫，95%。咁咧，張舉能咧就曾經就話會提供一個針對性嘅培訓俾呢個陳家信，咁就當了件事。其實個高等法院法官係等於咩咧？我話俾你聽，司法程序裏邊係咁嘅。首先你入去就做裁判官啦，跟住叻啲嘅過幾年啦嚇，唔知幾耐啦嚇，就有機會做主任裁判官。有啲人一世都冇㗎嚇。主任裁判官之後咧，就升做地院法官。地院法官咧就升做地院嘅主任裁判官，跟住就升做高院嘅叫做聆聽師或者經歷師 master，跟住咧就升做咩？副高等法院法官 deputy judge， 先至做正式嘅高等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可以係法律界、司法界最高級別嘅啦。佢再上去嗰啲其實都係 honour 噶啦，比如上訴庭啊或者終審庭。高等法院法官係經歷過千錘百煉，佢嘅法律嘅知識屬於權威性。另外咧，佢亦都係咩咧？就係代表到香港司法界最高級別。佢可以審係咩啊？民事、刑事都可以審。咁既然一個咁資深、咁所謂大法官啊，我成日講高等法院法官就大法官啦。咁嘅大法官，居然犯一個錯誤係小學生、中學生甚至大學生都唔應該犯嘅嘢，就係抄。喂，如果我哋考試係咁樣抄你嘅話，究竟我哋會做咩咧？第一會 disqualify，如果我哋考試取消資格之餘咧，甚至連考試資格除咗取消個科之外，考試資格都冇。甚至有啲學校嚴到咧，如果你係抄人嘅嘢咧，甚至咧可以被刑事罪行，因為你提供假嘅資料、假嘅嘢。一個高等法官去到咁高級，喺司法界權舉足輕重，佢可以佢判嘅權力係無限大，居然可以出現呢啲。而張舉能首席法官嘅反應就係啊，我哋提供啲針對性嘅培訓俾佢，培咩訓啫？佢已經係高等法院法官嚟㗎，培訓即係話你唔應該抄書啊！喂，小學生都應該教唔好抄書，唔好抄人哋嘢，抄功課啦。點會咁黐幼稚咧？張舉能我估唔到，身為首席法官提呢啲，我當時都啼笑皆非。好啦，由於坊間輿論壓力啦，最後首席法官張舉能就話：我都係建議佢提早退休。咁啊，結果真係提早咗退休啦。咁所謂了件事，香港律師會同埋大律師公會紛紛就發表聲明支持司法。我絕對支持司法。香港其實今時今日剩翻冇幾多嘢㗎。第一就係司法嗰個公信性同埋獨立性，呢個係我哋引以為傲嘅。第二就稅制低，其他都冇乜嘢吸引地方。如果我哋連呢一個司法界嘅公信力、權威性都保唔到嘅話咧，香港仲有咩咧？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司法界。但係張舉能咁樣去做，然後叫佢提早退休，就當係嚴懲啊！其實提早退休，佢64歲提早退休，佢所有嘢包括長俸啊、每個月嘅退休金啊，因為佢係舊制嘅，乜都要喺翻度。其實都係一個打賞嚟嘅，整咗個肥雞餐，肥過肥豬，犯咗大鑊嘢仲可以提早去標會，我哋叫標會，係咪可笑咧？其實已經係唔隔扯啦。佢嘅嚴重程度，直情係影響到香港司法界嘅聲譽，唔足以隔扯咩？一個咁高級嘅法官去做一啲咁低下嘅層次嘅嘢，仲唔止一次。好啦，啲人話：喂，香港咁易炒法官嘅咩？唔易。香港同埋英聯邦好多國家咧，對法官係提供好大保障嘅。
就因為點解保障法官咧？就係希望佢哋喺審案嘅時候不偏不倚、不受威脅，佢份工得以特別嘅保障。所以要炒個法官咧，就必須要由首席法官即係張舉能去成立一個委員會，裏邊有3個高等法院法官一齊去商討件事、評審件事，然後提出炒佢嗰個動議，再由張舉能交俾特首。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制度嚟，但係好制度唔等於唔用喎。喂，你擺個制度嗰度乜都冇用，有冇搞錯啊？呢件事足以係炒佢啦。如果係咁樣，下邊啲法官點樣啊？個個都閒抄啊！原來抄都冇事，最多係提早退休。如果我個都6字頭開始嘅，最好啊提早退休。咁對一啲被審訊嘅人公唔公平呢？香港司法嘅威信仲喺唔喺度呢？點解會提早退休？等於以前蒸餾水事件又係提早退休，又係俾佢安全退休。我相信咧宏福苑事件咧，最後咧啲有關官員都係提早退休或者安全退休就算數。我真係唔希望香港有咁嘅情形出現。其實司法處同埋立法會都犯咗個同樣嘅錯誤，兩個一個係立法，一個司法。立法會講就講自己要監察自己，結果咧一個40幾歲嘅所謂靚女議員，公然違反香港法律，逆線行車，最後 say sorry。喂，如果咁啊，個個都做議員啦，係咪？同樣香港司法處有一個叫法官行為守則指引，佢講得好清楚，法官乜，法官唔係人，即係聖人，佢都係人，有七情六欲，但係去到高等法院嘅法官，佢要比紙更白，佢嘅操守要更加好。點解司法處唔自己製造一啲罰則咧？咩叫罰則咧？停職、減薪、降職，乜都應該有。點解淨係得炒咧？除咗炒，喂，好嚴重，唔想炒法官，好似好震撼世界。其實我覺得司法處咧，張舉能你想凸顯香港嘅司法係大公無私、公信性咧，呢件事就應該揾陳家俊祭旗，就係要炒咗佢，就唔係俾佢話提早退休了件事。呢個直情係將司法界咧打入一個不義之地。當然事件咧淡化咗就不了了之，但係我唔認為呢個最好方法。我而家係呼籲咧，司法界張舉能首席法官，如果為咗香港嘅司法權威咧，係應該既然陳家俊炒就炒咗，辭職就辭咗啦，退休退咗啦，即係冇得追啦。但係應該都要諗一諗，為將來如果啲法官犯錯，不同程度嘅錯，係咪應該不同程度嘅罰則清晰啲咧？冇得怨咧？係咪淨係個普通公務員先有機會？譬如以前做警察就話有降職啊、停職啊、減薪等等，都有啲紀律處分，又扯唔期啊、3年唔準升啊嗰啲。但係點解法官冇咧？點解公務員立法會議員又冇咧？最重要嘅香港司法、行政、立法、司法同立法都係自己管自己，冇罰則嘅，咁係唔係合理咧？我呢度希望真係特首即係我哋特首李家超嘅行政主導喺法官嘅委任同埋革扯，佢都有扮演好重要嘅角色。佢如果真係維護司法，鞏固香港嘅司法地位嘅話，佢係應該考慮我嘅意見，對司法同埋立法會咧進行一個重大嘅改革。而立法會咧講緊每年暑假都放2個幾月咧，有好多人已經有提出異議啊。而立法會叫咩啊？據理力爭，死撐。咁呢期咧，我會遲啲先至再講。總之結論就係司法同立法都應該對自己負責，對自己嘅行為做出約束，而係有效同埋明顯清晰嘅約束，就唔係口噏噏。好，多謝大家。